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3篇，以西结书22章17节到31节，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基督隔绝。基督徒当然毋是要甲基督隔绝啦吼。既然咱称做基督徒，就是得爱来跟对基督、学习基督、甲基督结连啦吼。这是理想，但是事实上这并无容易啦吼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教的主导文所讲祈求的咱毋通叫咱入地狱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这表明着基督徒伫生活的顶悬，伫世界顶悬所面对的挑战甲苦难，也就亲像历史的中间，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境况同款，因总是面对诱惑、挑战，真有可能了后就选择离开基督的道路，去敬拜偶像。因总是伫这个所在，因就安那来惹到上帝的受气啦吼，咱看见这个受惹的时期，先知以西结伫以西结书22章17节到31节所提到着的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我看以色列人是一堆这个笨蛇吼，因亲像提炼这银存落来的铜、铁、锡、盐这会湿所以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因为恁诚做无路用的湿我要甲恁聚集伫耶路撒冷，亲像收集银、铜、铁、锡、盐伫大火炉内底来提炼。我要伫我的大受气中间，甲恁聚集伫即个城内烧羊。我一定要聚集恁，用我大受气的焰火甲恁烧。恁要伫火中来烧羊。银安怎提炼火炉内面阳气？恁嘛着安尼伫耶路撒冷城内烧羊。安尼，恁就知影我上主恁摒大受气啦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的土地是无清气的地，所以伫我大受气刑罚恁的时，无要落雨互恁。因的先知皆无歹事，亲像这个花草会使疼你这个蜡物。因杀害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互真济富人人成做寡妇。这时曲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。因无分别什么是神圣，无神圣的物，嘛无教人分辨什么是清气，还是无清气的物。佮轻视我的安息日，结果我伫因的中间受亵渎。因的领袖亲像豺狼掠蜡物。疼你个因着为着得袂得不义这个不知财，害人处人的性命。我先甲遐个领袖暗藏罪恶，亲像人用白火来抹壁。因看的异象是假的，讲的预言是白贼。因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其实我上主并无甲因讲什么。住伫遐的人民惯是欺压人，抢夺人的物件，欺负散赤困苦的人，剥削寄居的人，拢无照公道。我伫因的中间伫找，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，徛伫城墙破缺的所在，互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，过找拢无，所以我对因摒落我的愤怒，我大受气，要亲像火甲因烧，
我要照因所做诶，甲因报应。至悬诶上主安尼宣告啊！以色列人背离，就连因诶土地也会诚做无清气诶。保罗甲写批甲即个罗马教会基督徒，来甲因提到着上帝怎样来疼世间人，甚至差遣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诶牺牲性命，并且享受救恩，互因咱脱离迄个苦难啦吼。虽然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诶罪被陷害钉死伫十字架顶，但是却无任何诶力量会当互人甲耶稣基督诶疼来隔离。就算是阴间死亡的权柄，也无法度啦吼。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保罗的话安尼讲：关系这的代志，恁要怎样讲？上帝若为着咱，啥人会当抵挡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来众人来牺牲，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互咱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，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，佮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佮活，当坐伫上帝正边咧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也是散赤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的，因为你的缘故，阮归日面对死的威胁。人看阮亲像互歹人杀的羊，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。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有存啦吼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还是将来，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，还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是啦，当咱愿意接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活得来，无任何的权柄会当互咱甲耶稣基督的疼来隔绝。诗篇113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恁着称赞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称赞，对现在到伫永远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统辖万国，伊的阳光比天较悬。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，落来看天甲地。伊对真爱高声散赤的人，对本色对提拔欠缺的人。伊互因陪伴贵族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。伊互未生育的妇人人有家庭，做真济儿女的老母来欢喜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施乐主爱赐救恩的主，互阮因为愿意相信来得到救恩，甲耶稣基督结连。因为无有任何的权柄会当互阮甲基督的疼来隔离，伫咧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